行政院客委会拟定了2008年的6年计划，在计划中有许多振兴客家文化的项目。新客家运动是行政院客委会6年的施政计划，成立客家频道和提升客语地位，则是计划中的首要任务。客家专属频道、客家天师台的给它建立，各位呢客家天师节目的制作。推动客家文化和社团人才培育当然也不可少，而如何振兴客家产业也是客委会的重要使命。安尼客家体系伊都特色产业，包括各位呢有雕刻也好，陶瓷也好，纸伞也好，也係講安尼客家地方的還有特殊的風景區嘅發展來帶動安尼客家體系的經濟發展。成立世界客家文化中心，则是客委会的最终目标。因此，6年中程计划的完成，将有助于梦想的实现。民视新闻何乃强、陈小青台北报道。趁着今天重阳节，有一群爱唱歌、来自苗栗的老人家们，在医院里高唱客家歌谣。曲调嘹亮的歌喉引起求诊病人的围观，连底下听歌的人也忍不住一起欢唱。为了让老人家有一个不一样的重阳节，苗栗医院特别邀请北苗水源社区的客家民谣班演唱客家山歌，让大家听了很怀念。好唱又好学，难怪82岁的老阿嬷2年前才开始学唱，现在都能朗朗上口。好金了天哪！哎呦，真好个呀！常到医院洗肾的邱先生说，山歌描绘的是客家生活点滴，也是客家精神的象征。而苗栗医院的院长也说，老人家多唱唱山歌，能让心情愉快，身心健康。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在台湾有一座最早供奉唐朝文人韩愈的祠堂，叫做昌黎祠，已经有200年历史。今天在这里举办了一场祭祀韩愈的古礼。第2届的韩愈祭正在昌黎祠举办，左边是屏东县副县长吴英文，右边是立委曹启宏，两个人穿着古代的礼服，行礼如仪。昌黎祠在屏东县内埔乡台一县省道的旁边，是全国第1座祭祀韩愈的祠堂，有200年的历史。当地的习惯呢，考试前一定到这里挂准考证。文公老先生啊，一個弄下定韓愈啊，已經廟啦，一個廟啊，最台灣一件啦，所以咧，我哋要向一個外方啊，打出外方去。昌黎祠就在客家村落，参加祭典的小朋友都用客语朗诵唐诗。四面不高调，处处闻啼鸟，夜來風衣裳，大樓紙都笑。除此之外呢，想要功課好的都誠心的自己印制金榜題名的祈願符。看來這可是大唐文人韓愈最忙的一天了。民視新聞洪明生屏東報道。